好，咱们再来看情况啊，大概1个小时吧，讲到哪儿算哪儿。85页，咱们接着上半时的开始啊，就是85页下边那个第二语法，先看语法啊，说不及物动词中的情感动词做谓语。情感动词就是表示你高兴啊、不高兴啊、烦恼啊什么这些，它也是不及物的，就是能所是一，就只有一个能没有所，所以情感动词是这个不及物动词。情感动词做谓语的时候啊，有时候句中的一些名词或者名词性词组在逻辑上也有一定的受动的意思，就是好像这些名词是这个情感动词的所涉及的对象有受动的意思，但在语法上句法上不是宾语而是状语。就是有些情感动词呢一般是不及物动词，就是表示能，就只有能没有所，就是这个能有情感的这个人呢，他这个是什么一个情感就完了，一个主语一个谓语就完了。但是它有时候它涉及一些名词啊，好像那个名词有受动的意思，但是实际上呢它不是宾语，它是状语，就是说是你看啊，下边一句，有的名词加助词啦做状语，表示情感所涉及的对象。注意啊，这是藏文文法的特点了，就是在汉语里头啊，这就成了及物动词了。情感动词也是我爱，你比如我爱你，这爱字就成了及物动词了，就是有主语有谓语有宾语，这是汉语里头的概念。但是在这个藏语里头呢，它是什么呢？情感动词是不及物动词，他爱什么东西喜欢什么东西啊，那个好像是受动的意思，好像是宾语，但是实际上在句法上呢它不是宾语是状语，表示什么呢？表示情感所涉及的对象，就是爱什么是不是直接宾语。注意这是这个藏语跟汉语的不同的地方。情感动词是不及物动词，注意这个啊。你看它因为不是直接宾语呢，它那个前面加啦，前面加啦，直接宾语咱们知道是不加任何东西，而且那个它也不变，就是主格，那是宾语，是直接宾语。这个时候讲的宾语都是直接宾语，像有一些像前头说的那个状语啊，也可以叫做间接宾语，像这儿呢也可以叫做间接宾语，就是间接涉及的对象，就是不是直接涉及的对象。这是在汉语里头是不是这样的概念？汉语说谁喜欢什么东西，它就那个就是个及物动词。但是在藏语里头记住，情感动词不是及物动词，它的那个涉及的对象呢是做状语，表示就是说涉及的对象不是宾语。注意这个现象。咱们来看啊，这个句子咱们学过，就读一遍就行了。也去了给，也去了给，父王给是这个喜欢，喜欢什么呢？啦前边却佛法，他这个要按我们汉语里头说父皇宠佛，这是主谓宾，这是俱全的。但是在藏语里头不是这样，他也是喜欢，喜欢什么呢？它是一个状语，就是喜欢的什么东西是状语，不是宾语，这是它的语法上的这种意义。是喜欢这个词是状语，还是喜欢的那个对象是状语？喜欢的对象是状语，喜欢是谓语，喜欢是谓语，就是这个句子是只有主语只有谓语，没有直接宾语，所以它是不及物动词。然后喜欢的对象在汉语里头是宾语，但是在这个藏语里头它就是状语。感情所涉及的对象，他认为感情呢就是只有能没有所。这是特殊的地方，你就特殊来记，因为它这个语法上啊跟你那个理解句子的意思很有关系。所有的后边的都情感动词都是把那个喜欢的对象当成涉及的对象当成状语来用的，
所以都加拉。拉是也可以叫间接宾语，这在这个地方就是状语。用龙觉了嘎，用龙觉了嘎。这个主母喜欢享受，龙觉主要是享受，再一个是财富，这个地方它是说喜财，塞马拉嘎，塞马拉嘎。王子呢，这个喜欢军事，这个马是军队军事。你看他都是加个拉就不是直接宾语，直接宾语是不加注格不加这个变化的，这就成了间接的就是在这儿是做状语，就是说是情感呢，它涉及一个对象，它不是直接对象，情感涉及一个对象。下边是哈基苏一度翁瓦了对，哈基苏一度翁瓦了对，哈基是公主，苏是这个形态，就是形身体，一度翁瓦是这个咱们讲过叫这个可意的。这个，反正就是这个好的美的身体，他喜欢这个美的形式、美的形态、美的身体，反正你就是自己去理解这个翻译的时候吧，自己去理解这意思去。他喜欢的这个对象呢，不是宾语，是状语，就记住，这是藏文里头跟汉文不同的一个特点。读一遍就完了啊。也缺了给，用龙觉了嘎，塞马了嘎，哈基苏一度翁瓦了对。再看翻过来再看一个这个就是还是情感动词，它又有一种这个现象是什么呢？有的名词加助词 key 做状语，表示情感产生的原因，这个比较好理解，就是这个情感是由于什么原因产生的，这肯定不是主语，不是宾语，不是直接宾语，所以这个好理解，就是情感动词是不及物动词，它这个有的名词加个 key 呢是句格，就是由于它产生了这种感情，这做状语，这是这个比较跟汉语是一致的。咱们来看一下啊，说阿铁对阿妈堂冷记拆念巴来，这是咱们学过的。我那时从后边倒着来啊，想这个来是在这种情况下想什么呢？想拆见，冷记是一次，和谁见一次呢？和阿妈。我那时候想和阿妈再见一次，这个咱们熟悉不用多讲了，后边啊，这记得，牛儿都吃，这是敌人，敌人呢加了个句格，本来是札是敌人，加个句格就成了这个名词，就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由于它，句工具嘛，用它，由于它表示原因，由于敌人产生了什么呢？产生了急的，产生了害怕，急是害怕，恐惧。由于敌人造成恐惧，由于敌人产生了恐惧，主语还是我由于敌人产生了恐惧，产生恐惧后边一停顿，产生个什么结果呢？接着说就是牛就吃，很快的逃走了，就急忙逃走了，说是这个顾不上跟母亲见面了。这个语法意义就是什么呢？整个句子就是我恐惧，后边产生的连续动作那个不要它都可以，它这个句子就是说我恐惧，一个主语一个谓语，然后有一个名词加个句格呢，表示这个恐惧产生的原因，由于什么东西产生了恐惧？由于敌人，
因为当时这个他叔父那边不是跟他打仗嘛，打仗这打仗就是打架了，哎，所以他赶紧就逃跑了。这个呢比较符合汉语的形式，就是说产生感情的原因，它自然是状语，这叫原因状语。哎，形容那个动词的，形容说明动词的都是状语。好，所以这一节的最后一句，这一句是没有学过的，但是这个故事咱们学过，所以前头讲故事啊，看来还是有用。这个因为他老选这几本书里的嘛，这故事慢慢就连起来了。打 Kimki， 打 Kimki 叫的，打 Kimki 叫的。注意，打是我 ，Kim 是家 ，Kim 是家 ，P 是句格。加上句格，由于加，这是一个原因。由于加产生了什么呢？뼈是什么呢？就是厌恶。咱们在前面出现过这个词儿，是吧？뼈是在哪儿뼈了一下？是前边后边啊？好像前边出现过，是吧？你们能记起来吗？那就不找了。这个我记得是前边出现过뼈，就是厌恶。好，这一句的主语是我，谓语是뼈，我厌恶。我厌恶这是个情感动词，就是不及物动词，它不是厌恶什么东西，而且它即使厌恶什么东西呢，也是情感动词，叫涉及对象，叫状语，不叫这个就是说明这个动词的，不是直接宾语，这是藏语里头这样的语法讲。现在呢，它不是它不是说厌恶什么，它是说什么呢？由于什么产生了厌恶感情？是说产生厌恶的原因，产生厌恶原因啊，是因为家。这是谁啊？这就是那个100岁出家那个老头。100岁出家那个老头，他后来不是那个去自杀嘛，在河边，然后这个让舍利弗这个给救了之后，舍利弗过来了，问他为什么。他现在呢来回答师傅的话，说你为什么自杀呀？他说我呀 ，Kimki God， 因为家产生了厌恶感、厌烦感，就是我啊，你看他这译的时候又译成汉语的习惯了，说我厌烦家庭，在汉语里头这就变成了宾语。实际上人家藏语里头不是这意思，人家说的是我由于家产生了厌恶这种感情。这个家是一个原因，不是厌恶的对象，这个不一样的。好，这是第一句。下边啊 ，Kim 马银巴尔 ，Kim 马银巴尔 ，Rubdu 囧呢 ，Rubdu 囧呢 ，Kim 还是加马银巴直接的意思就是不是，实际上这里头包含什么呢？不合适、不合理，这个反正就是这个不对头，反正就是这一类的意思。就是说8日，这是也是形容后边这个热不囧的。热不囧是出家，热不是最好的，囧是升起、出现，什么这个显示什么，主要是升起跟出现。这个最好的升起，大概是最好的升起心吧，这就是出家。这个说 Kim 马银巴尔，就是形容这个出家的，形容这个动作的8日。怎么形容他呢？就是说这个家不对头，家不对劲儿，也是说这个出家的原因，就是说由于这个感觉家不对头，你看他这个译的叫什么呢？说因家庭而厌烦才出的家，是说明那个出家的，还是一个说明这个出家动作的一个叫原因吧，或者什么？就是感觉家不对头，反正就是讨厌家才出的家啊。
到这不是从那就是出家之后后边啊。恩巴西瓦尔菜呢？恩巴西瓦尔菜呢？他后怕抵消了，他俩事儿了，光读那个注意抵消了，它留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一定读高平调，留一个 i 跟 n， 就直接读那个 n 就完了，就是咱们那个汉语拼音里头那个 n， n 巴是什么呢？ n 巴是这个僻静处，就是安静的地方，寂静处。这个希瓦是一个动词，这个咱们佛经很常用。希瓦的很简单了，这个字母就是一个字母一个 K 固，含义最基本的含义就是平息，比如说平息叛乱，平息这个暴动，平息。实际上它这主要是指平息什么呀？不是平息外边的东西，因为佛教唯识无境没有外边，是平息你的烦恼，平息你的贪嗔痴，平息你烦恼，把烦恼平息没有了，你就叫希瓦。所以呢，基本还是平息，然后引申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解脱涅槃。希瓦就可以解脱涅槃，那就是因为你平息了烦恼嘛，这本身就叫涅槃，就是涅槃就是灭苦嘛，没有苦了就是涅槃，就是解脱。做名词用的时候还可以说是平和灭灾啊，这是这个世间意义。世间意义平息，人家就不光是平息这个烦恼了，人家就可以平息，比如说把火灭了也可以平息，把什么，所以它灭灾什么都可以用这个词儿。它基本含义是平息，就是把有的东西给它这个消灭掉，静止啊，平息是一个基本含义，还有一个静止，所以这个希瓦呀也被译为这个静，寂静。你看那个涅槃不是也叫寂静吗？就是这个字儿，寂静，一个平息，一个静止，寂静，这是两个基本含义。然后后边是猜呢，这个猜就是那个掐猜落的猜，掐猜落的猜呢是这个做的意思，是敬语，就是做什么。这个地方是做什么呢？就是这个是做的意思，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是希望。猜啊，意思很多。猜的意思很多，其中有一个就是希望。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本来因为厌恶家庭出的家。他为什么厌恶家庭呢？因为他100岁了，也什么也干不了了，家里人觉得他没用了，就那个反正就不给他好脸，嫌弃他，他就不愿意在家里待着。后来一听那个朋友来了，说这个出家有很大功德，他就坚决要出家。结果出家之后呢，他说本来这个拿就是也可以说是在这种情况下吧，在这个时候吧，在什么时候呢？本来我出家之后啊，是猜就是希望呢这个寂静，希望我希望这个心情平静，希望寂静。N 巴在一个这个地方，希望一个寂静的地方，也可以说这个就是希望安静吧，但是后边呢不如意，注意他yang mi devar gyu呢，他yang mi devar gyu呢，他是现在又产生什么情况呢？mi deva 是安乐，deva 是安乐，安宁快乐。mi deva 就是既不安宁也不快乐。gyu 呢？gyu 是形成变成，主要是变化形成嘛。现在又变成了不安乐，那就是从这个情况出发，那是从嘛，或者是在这个之后都可以，就是说现在又变成了不安乐，又弄得不愉快。为什么不愉快呢？就是那个小沙弥们啊，老是说他不满意他，说他什么见了师兄不恭敬了，不站起来了，这个老头也不高兴，所以呢他说现在变成了不愉快。然后呢
곰 냐모 다 곰 냐모达是我，곰就是死，곰就是杀死弄死，杀死。达곰就是杀死我，谁杀死呢？他没说，实际上是他自己，他不是要跳河吗？是想杀死自己啊。냐모这个냐모呢就是想，就是想杀死自己，想自杀就是。在这个故事咱们前边讲过，所以不用重复了。咱们来这个곰呢杀死这个暂时也不，你就记住这么一个原型，这个暂时不细讲了。就是这样见得多了，以后곰还会出现很多，慢慢的可以就是慢慢就记住它的一些变化形式了。现在整个这一句再过一遍啊。我由于家产生了厌恶，你看这个，注意藏语里头跟咱们你看就不一样。我厌恶家，这个家就在汉语里头就变成了宾语，但是在藏语里头呢，它是厌恶产生的原因是状语，形容厌恶的，所以它不是宾语。所以这个厌恶啊是不及物动词，就是说这个情感动词是不及物动词。这个对这个家不满意出的家，因为这个对这个家不满意出的家，本来是希望呢，平静的一个地方，一个寂静处啊，希望来这儿这个安静一些，现在又变成了不愉快、不高兴，所以想杀死自己。这是对他师父解释他为什么要自杀。这个语法现象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藏语里头的情感动词啊，有时候会用一个名词加 key 加句格来说明产生这种情感的原因，这个是做状语用的，不是宾语，不是厌恶的对象，不是那个情感的对象。加上这个前边刚学过的那一句，你就理解了藏语的一个特殊现象，就是说汉语里头认为情感动词的对象是宾语，藏文里头不认为情感对象是宾语，认为情感对象是一个状语，是说明这个情感，说明它产生的原因呐，说明它这个就是说它涉及到的对象，就是说我产生这个原因呐，它涉及一个对象，就是跟一个对象有关系，它这样来这个想。好，咱们把这句读一下啊。达 kim 给标的，达 kim 给标的。kimma yinbar rabdu jungne kimma yinbar rabdu jungne enba siwar chena enba siwar chena 타양 미 대왈 기운에 타양 미 대왈 기운에 다굼 냐모 다굼 냐모 好，下边这个呢咱们开个头，看能讲多少讲多少吧。这个使动动词这个都比较好理解。使动动词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动词它使这个对象会产生一个动作。咱们看它的解释啊，动词所表的动作能使其受动者产生相应的动作或变化，是使动词，就是使它的对象动。你看，使受动者产生相应的动作或者变化，使它的对象能够动起来，或者让它做个动作，或者是让它产生一个变化，就是使它的对象能动。不像那个有很大量的及物动词的宾语啊，它是涉及一个对象，但是它不是使对象动。这种动词比较少了，就是它使受动者能够产生动作或者变化。使动就是使对象者动，不能使对象产生动作的就是自动动词。分这么两大类。使动动词是使对象能产生动作或者变化，
如果不能使对象产生动作或者变化呢，就叫自动。就是这个动词呢，它不是让对象产生动作变化，是它自己动，这叫自动。有的呢，它不是自己动，它是不自己也动，它的这个动作呢，能够引起受动者也产生动作，这叫使动，使它动。好理解，这个名词好理解。使动动词都是自主的及物的，就是使动动词当然都是自主的，你自己还不能动，你怎么能让别人动呢？你自己还是被动的，自己这个，因为使动就是一个主观观念嘛，就是你能够让受动者做一个什么，他肯定是能够控制的。及物的，你因为要使动者动，你这个肯定的那个使动者本身就是你的及物，然后你还要让它产生动作变化，所以说使动动词都肯定是自主的跟及物的。自主的主要意思就是动作者能控制。自动动词就是不是这个使动的呢，则有自主的有不自主的，有及物的有不及物的，那就是另外的情况了。下边咱们那也可以直接看这个表啊，咱们来直接看一下这表。这个表啊现在画错了，你那个咱们拿笔啊，你们改一下。上边第一行，你拿笔把那个右边这个自动两边的那个3个竖杠划掉，就是上边第一横应该一共2个大格，一个是使动，一个是自动。就是说后边这4个格全都是自动动词。打通，后边还要画。第2行啊，第2个自主就是第3个格23格之间那个竖线也划掉，它这个自主是管这一大格，后边这个不自主后边这个竖线也划掉，它这个不自主也是管这2大格。就是自动动词呢又分2大类，一个自主一个不自主。前边使动动词就管左边这一竖行，就是干干净净的，就是使动动词管左边这一竖行，右边这一大块全部是自动动词。自动动词里头又分2种，一个是自主的，一个不自主的。这样来说，然后下边呢它又分，就是使动动词一定是自主的，一定是及物的，所以他们就一行就行了。这个自主的呢又分及物不及物，不自主的也分及物不及物，这是它的形式。咱们来这个学些单词啊。第一个单词是这个孤儿，读一下。孤儿。孤儿是什么呢？是使代。什么叫使代呢？就是叫委托传递，委托传送，就是托人传送，就是让别人给带个东西，这叫使代。这个孤儿就是这意思，就是委托别人带个东西。它也叫什么呢？叫这个，你像那个比如说邮寄呀，什么什么都用这个词儿。就是让别人给传递，也叫寄发，就是你比如说你寄个信，寄个包裹。寄个包裹的含义是让别人去给送，不是自己送过去。所以这叫使动动词。孤儿是使动动词，让别人动，让别人给带东西，所以它使代。记住，使动动词啊一般都有上加字仨。你看这一溜大部分都有上加字仨，这是使动动词的一个特点。但是并不是说有了上加字仨肯定就是使动动词。使动动词呢，相当多的使动动词都是带上加字仨，但是呢下边有不带仨的也是使动动词，这个你从那个动词的意义上啊能够判断出来。因为刚才我看了一下右边这个格里头啊，没有一个带上加字仨的，就是说这个自动动词是不是都不带仨？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就是说使动动词带仨，这是一个特点。孤儿。下边再看这个横行右边有一个哭儿，读一下。哭儿。哭儿是什么呢？是自动的带，就是自己带，不是委托别人带。孤儿是寄东西，托别人带。这个哭儿呢是自动自己带，自己背上自己带上，所以呢2个不一样。你就记住，孤儿是寄发，寄东西，邮寄东西。
这个哭日呢是自己背、自己拿、自己带，这就是使动动词跟这个自动动词两个都是及物的。像这个自动动词和自己带东西，你带什么东西，它也是及物，它有这个被带的东西。下边一个词啊，均是什么呢？均是使其让谁骑上一个什么东西，就跟那个说让别人带东西一样，它是让别人骑上一个东西，它叫均。右边一个叫寻，它是自己自动自己骑东西，自己骑。你比如说他自己骑马就是寻，他要让别人骑马呢就是均。这在这个藏语里头呢，它是用两个不同的动词来表示。像我们那个汉语里头就是一个动词呢，然后再另外的加状语来表示是让别人骑还是自己骑，它是用其他的字来表示。这个藏语里头它到这个省事儿就是什么呢？说省事儿吧也是另一方回事，就是用两个动词，头一个动词就专门表示让别人骑，后一个动词呢表示自己骑。让别人骑就叫使动，让一个人动。这个自己骑呢就叫自动。涉及底下它还是及物，就是你骑马呀还是骑象啊，涉及这个有宾语及物。下边一个啊是落，这是这个使回，就是让一个东西回来。后边那个横线横格里头过来也有一个罗，这个是什么呢？是自己回来，自己转回来。这个自己转回来呢，它不及物了，就是自己转回来是说自己的动作，不涉及宾语，它是不及物的。所以就是这个咱们就是过一遍，这个印象就是说什么呢？藏语里头它两个动词啊，一个是使动，一个是自动，它用两个动词表示，两个不同的动词来表示。咱们再看下边一个举，这是什么呢？使动。记住这个使动，你看经常有上加字撒，就是使动，就是使。这个使动是什么呢？跟那个使动动词那个词儿一样了。这个使动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摇撼、摇动，就是那个来回晃的那个摇动的意思，就是摇动一个什么东西，摇撼一个什么东西，用手去晃它，这个意思，使动。然后横格过来那个呢，也是念举，它是自动的，就是自己动。你比如说我在这坐着，我自己摇晃，就是举。如果要是我去摇晃其他东西，就是上加字的那个前边那个举，两个都是举，但是它这个一个带上加字，它这个不一样了。它一个带上加字的就是摇晃别的东西，让别的东西动。如果这个后边这个不带上加字的呢，就是自己动，这是不同的地方。自己动呢就不及物了，自己动就光一个能没有所了。那个如果要是使动呢，那就是有能有所，能让一个所来动。下边一个举，有上加字仨是什么呢？它这个举是集合，这个有上加字仨呢就是使集合，就是你比如说屋里什么东西豆子撒了一地，你把它集中起来，这就是使集合，你让一个东西集中在一块儿。后边那个呢独，这是什么呢？自己集合，自动集合。比如说我去参加一个什么集会，我们集中到那个地方去，是自动，我动，没有被动者，我自己集中，我们这个凑在一块儿去，自动的一个使动的一个自动的。你看举，对，前边是那个举，后边是独，对，后边是二声。你比如说摄大乘论的摄，就是前边这个举，就是我把大乘的纲领啊给集，它那个举呢，一个是集合，
一个有给这个就是摄就是提起来，给这个压缩一下，给这个有那个意思。哎，那是及物的摄大乘，它是使动，我使大乘的道理啊，都给把它集中起来，哎，都集中到这一篇文章里头，它就是使大乘的道理集合在这个文章里头。下边一个呢是局儿使变，有上加字仨就是使变，哎，局儿是变化，加上的这仨呢就是让另外一个东西发生变化。后边横着过来那个局儿读的方法是一样，就是它没有上加字仨，它加了一个这个前加字啊。这个呢就是什么呢？自动自己变化。哎，比如说我这个我自己发生变化，不涉及这个不及物，这叫自动。哎，没有仨就是自动，我发生变化。比如说这个主语发生变化，那个前边那个呢就是主语使一个宾语发生变化。哎，对，然后啊，古你看这个呢，这个也有仨，它不加在上加字，不是上加字仨，它有一个后加字仨。后边那个呢，就是没有后加字仨。哎，结果就是两个不一样了。有后加字仨的这个就是使死，就是杀死弄死，他把对象给让对象死。那后边这个古呢，就是自己死，就是这个比如说我要死了，哎，那不涉及宾语，哎，说主语要死了，哎，那就是用后边那个叫自动，前面那个就是使动。像这个谁呢？像这个刚才这个100岁的老头死呢，用的这个古呢，它就是前边那个使死的一个这个未来时。它是那个有仨的这个使死的未来时，使死的未来时呢，它的变化是一个是把前加字啊给去掉变了，然后把后边未来时它这个前加爬嘛，后边不加仨，它把仨去掉了，前加字它给换掉了，所以这是使死的未来时，就是我将要杀死自己，哎，我将要自杀，它是用的未来时。这个慢慢学会查字典了呢，可以这个查它那个字典呢，你如果去查这个古，就是这个现在书上的这个，他查到那儿呢，他就一行字儿，他说这个呢是那个使死那个词儿的未来时，哎，然后呢你再去查那个使死那个，哎，到那儿呢它是过未命，哎，都有，他那个字典上是这样，就是他光解释那个现在时。你查到其他词了，他告诉你是现在时是什么，然后你再去查现在时，这是使死。好，下边一个啊，角儿是使粘合，就是你把两个东西给粘合在一块儿，把什么东西粘在什么东西上，这是使粘合。后边那个是夹儿，哎，就是粘合，这个是什么呢？是主语粘合，哎，主语粘合起来。就是自动动词，前边是使动动词，后边一个啊，均，咱们干脆把这仨都念一下吧，均，群，后边那个啊，均，这个还是发音还是有点相近的啊。三个词，第一个是有上加字，这个仨是什么呢？是使穿是穿什么？就穿东西，穿衣服啊，穿什么？让穿，让什么？让别人穿。哎，它专门有一个使穿这个动词，汉语里头没有这个，是汉语就是一个穿，然后让别人穿，自己穿用的都是一个字，藏文里头它就是两个字，让别人穿就是使穿就是均，要自己穿呢就是群，哎，自己穿就群，这是自动，一个是使动，一个自动。自动呢？还有一个词叫均，就是挂住，这个就是它这俩有什么区别呢？就是你看上边冲的这个大行，左边这两个是自主，后边是不自主，就是说你穿衣服不穿衣服可以自主，就用群。后边这个呢，你也好像你身上带了一个东西，比如说你那个
被什么东西挂住哈，是不自主的。所以呢，它虽然也是你挂上一个东西，也是好像穿上什么东西了，它就是意义上这样说了，但是挂上一个东西呢是不自主的。你比如说你这个不自主的被挂上什么东西，用这个后边这个穿。这是藏语里的一些这个在汉语里头没有的这种区别方法啊。下边一个词，第一个呢是叫 bib， 这个呢也有个后加字撒，这个是什么呢？是使降，就是使什么东西下来，使什么东西下来。然后这个后边这个横过来这个呢是 bob， 这个没有后加字撒的呢是什么呢？是自己下来，比如说水流下来，就是主语下来。这个后边呢又一个词 bob， 跟这个词完全一样，实际上你也可以说它俩是一个词，就是说这个呢都是就是到时候你记的时候就是记住，有一种使动动词，它专门使那个所动者、被动者、受动者呢使它动，有一种自动动词，它就是主语动。下边一个啊，虐是让别人睡，让别人睡，使别人睡。后边这个捏是自己睡。他这个睡呢还有这个什么呢，就是自主跟不自主。你睡不睡是自主的，你说我睡不睡啊？睡就叫捏。睡着睡不着是不自主的，又换一个词儿叫逆。藏语这个动词啊，所以也是很细致啊。让别人睡是一个词，自己睡是一个词，睡着呢又是另外一个词。汉语里头省事就一个睡字，然后再加其他字去说明去，让别人睡是自己睡还是睡着没睡着，他去加字去。藏文里头就是干脆三个都是不同的动词。后边啊，东派遣，就是打发别人去做什么事儿。你看使动，这个是没有那个上加字撒的，但是呢你从词义上明显可以看出来它是使动动词。派遣就是让别人去做事儿嘛，使受动者产生变化。后边着走，前边是让别人去让别人走，后边这个走呢是主语走，自己走，它就是不及物动词。我走了，你看它不及物，表示主语的一个动作。后边呢还有 live George 这两个词呢都有到达的意思。前边那个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到达，没有就是比较干净，没有别的意思。后边这个 George 呢比较复杂，它其中也有到达的意思。走到没走到，这是一个不自主动词，就是说我决定到哪儿去，你能不能到什么时候到，这个是不自主的，这个是由客观因缘限制的。你可以做努力，你也许能走到，也许由于客观因缘你就走不到，所以这个走到走不到是不自主动词。走不走你可以自己控制，自主动词。这都是一些汉语里头没有的这种动词区分。下边一个是常用词了，这上边也是常用词。倔是弄断，把一个东西这个使它断呢，这算什么使呢？就是使它产生变化，使你的受动者呢产生变化，原来是完整的，你现在给它弄断了，使它产生变化，所以说使断。然后横过来呢，确，这是那个使断的命令式。使断的命令式呢可以表示什么呢？就是能否事儿，就是断了没有，能不能弄得断，能弄得断还是弄不断。它这个那个自主动词的及物动词的那个命令式，可以用在另一种意义上，就是表示能否，能不能断，能弄得断还是弄不断。最后一个
切就是表示断，就是什么主语断了，棍儿断了，草断了，这个表示主语断，是自动动词。这个及物动词跟不及物动词前面刚讲过的这两节啊，在那个周老师给我们讲课的时候用的是油印教材，那个时候没有这两节，就是现在讲的这个使动动词啊，跟空过这两节跟前面那一节是接着的。到这个印这个签字书的时候呢，周老师加了两节，在这个使动动词这一节前头加了两节，加了一节及物动词，一节不及物动词。所以这两节前边那个周老师读的是50节哈，这及物动词不及物动词没有这两节的时候，这两节前边那节是第50节是吧？那个周老师接的那个带子上说51节1就是现在我们学的这个使动动词这一节了，有两节呢就是当时没有，现在加上这两节呢，今天上午请周老师啊把这两节句子读了一遍，这个回头录音呢，回头那个给大家也放到这个网上，那个给大家考过来。最后一个问这个周老师刊物表上有，就是中间那个点是不要的，中间那个点它是前加字卡，这个是打字员的这个错误。这个上午周老师还专门给了一个刊物表，凡是他发现的错误到现在最全的一个刊物表，回头这个我再对一遍，到时候讲到一个咱们就把它纠正一个。所以这一格里头把那个点去掉之后呢，就是前加字卡，然后就是血，使死就是杀死，就是让对方产生变化，对方原来是活的，把这个对象给弄死，所以使死，让对方产生变化，就是血，就是杀死。然后最后咱们看最后一个词儿叫气，这个是自动动词，自己死，表示这个主语死，它不是杀死别的，它是自己死，就是自动主语死，生死主语死，所以呢是自动，前边那个呢是使动。中间的这个血是前边这个血的命令式，就是命令式呢可以这个做什么呢？做不自主动词的里头的一个叫能否事，就是能不能杀死。你要是血这个用它的命令式血呢，那就是弄得死，能弄死。如果要是前边加上否定式的迷呀或者麻呀，就是弄不死。好，这个就是这么概念，也把这个动词熟悉一遍。下边我们还这个看几个句子啊。现在时间是还可以看2-3个句子吧。使动动词，咱们来看第一个例句，说却汤心给扎哇，却是你，这是说的一句话，你呀，汤星是木头或者是树，咱们知道汤咱们前面也学过，是平地平原，这个一个平整的场地，这个意思汤。这个平地呢，它就有一个什么引申的意思呢？就是这个叫伸展平顺，就是这个东西很舒展，平地嘛，舒展平顺，比较看着比较顺溜，有这个意思。这样的话咱们来记这个意思，就是说舒展的树什么呀？松树。记住，这连记单词意思，连这个跟这个新的单词的意思，舒展的树就是松树。你看松树啊，主干又直又高，很舒展，它的那个枝也是歘平着伸出去，很舒展。舒展的树，就是松树，很好的一种树了。松树的扎哇是根，如果要用那个，这是它根本含义是根，然后那个抽象意义就是什么基础啊、重要的东西啊什么，反正它有一些这个引申的抽象意义。主要意思根。这句话就是说，你这个松树的根儿什么呢？底日卡懂了，
底儿卡懂了，底儿就是底是这儿，然是在这儿，地点状语在这儿。咱们干脆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咱们好像讲过这个故事，就是一个猴子跟这个海边的一个乌龟呢，经常见面做了朋友。这个猴子呢，就是释迦佛的前生，那个乌龟呢，记不清了，是不是提婆达多呀，还是谁啊？反正就是老找佛的那个别扭的那个前生。乌龟。然后这个他俩是了朋友之后呢，挺不错。其实这个乌龟还不错。这个乌龟呢，回去跟他老婆说呀，说我认识了一个猴子，怎么回事？这个他老婆特别坏，他老婆说什么呀？我想吃那个猴子的心。说过这个故事没有啊？说过，简单说一下啊。结果这个老龟呢，他老跟老龟说了，说的老龟烦的没办法了，老龟被迫的去跟猴子骗猴子。他怎么说呢？他说咱们这么长时间朋友了，到我家去做一回客吧。猴子说行，然后他就托让他往海里头走。等着走的离岸边很远了，他知道这个猴子回不去了之后啊，这个老乌龟还不错，他想反正他也回不去了，现在已经掌握在我手里头了，我给他把实际情况说了吧。他就说我老婆想吃你的心，我也没办法，只好把你弄过来。结果这个猴子呢就是很智慧，猴子说哎呀，你不早说，我把心给挂在树上晒着了，晾着了。说那个这老龟一听，你本来他老婆是要吃他的心，你心没带来，你这不是白，你弄过去也没用嘛。猴子说咱们回去拿去吧。这老龟也只好回去拿去了，你不回去拿去，你带回去有什么用啊？所以呢，老龟又把它带回来。带回来之后呢，猴子就爬到树上就对这个乌龟说什么呀？你呀，唐心给咋哇？这个松树的根儿就是那个松树的底下，底儿就在这个地方干什么呢？咔是嘴，嘴呢懂了。这个懂了呢，本来它这个咱们前头出现过这个词儿，它本来的意思是两个，一个是什么呢？烦闷、忧伤、痛苦，懂。一个是这个意思，懂了。一个是什么呢？叫贪爱、奢望，两个意思。所以在这个地方啊，这本来也是要问周老师的问题，这个没问，咱们现在就先这么这个讲啊，就是这个懂的意思是吧？懂的主要是两个意思，一个是烦闷、忧伤，一个是贪爱、奢望。这个字典上主要是这两个意思，但是在这个地方它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所以这儿我就拿不准，咱们不讲，就光把单词意思讲出来，然后这个句子意思知道，它是什么呢？它是让它张开嘴，张开嘴，拉，对咱们也学过，一个是坐着，一个是待着住着，短时间就是待着，这个长时间就是住着，再一个就是坐着。绝技就是你坐到这儿或者待在这儿。你看整个这句话是说什么呢？你就在这个松树根这儿啊，你张开嘴待着，张开嘴等着，就是你待在这儿，你就张开嘴等着，待着干什么呢？唐心给灾难，唐心给灾难，这是及物动词了。及物动词主物语加撒，就是由我，乃是从松树的尖儿，在是顶端尖部尖端，顶尖儿就是尖儿，它最基本含义就是尖儿。从这个松树的尖儿上，这个然后抽象意义有这个叫极品啊、上等啊，就是顶好啊，就是有这个意思。在主要的意思尖儿，由我从松树的尖儿上干什么呢？您古尔瓦银诺，您
宁是心，这个心脏的心，然后抽象的意义可是核心呐、重要的精华，心经的心就是这个心。古尔瓦是让你带走，使带走，哎，这个的邮寄现在讲叫邮寄寄东西，这儿就是让带走，让乌龟把他的心带走，引诺，哎，这个我是这样来做，我呢从松树尖上，这个就是让你把心带走，把心给你，让你带走。这个乌龟可能是忘了这个故事的结尾了，乌龟可能是就在那张开嘴在那等着，然后猴子就跑了，可能就从树上就往别的树上跳着就跑了。好，这是语法意义，就是说什么呢？使动动词啊是主语让这个就是受动者呢产生变化，产生动作。这个地方用的这个孤日，就是说让乌龟带走心，哎，让乌龟是受动者，让它产生一个动作，这个意思。好，咱们来这个读一下啊。却汤心给扎哇，却汤心给扎哇，底日卡懂了对几，底日卡懂了对几，爱汤心给在呢，爱汤心给在呢，您古尔瓦音喏。您古尔瓦音喏，再来一句吧。说，人际生给浪包切西，人际生给，人是次回一，后边记是一。就是一次，这个一呢也可以理解成一，就是一有时候会一本来前面还有一个前加字卡，但是呢有时候它可以简化成这个就是简化成这个就是不要前加字卡的，也可以理解成什么呢？就是那个不定指代词，就是有一次，有那么一次，哎，也可以理解成这个。说有一次啊，僧盖是狮子了。注意，他狮子带了那个撒，带了句格，证明他后边是一个及物动词。及物动词注意，后边是狼包切西塞内，狼包切西塞内，狼是那个牛是吧？狼包切一个大个的那是大象，狼包切。这个习是不定的在词，就是某一个大象，某一个有那么一个大象，塞内杀死了，哎，杀死了有一次狮子杀死了大象，杀死了一个大象，内杀死大象之后，你看及物动词，狮子杀死大象，主谓宾都有，哎，后边呢，瓦给了，娃咱们说过就是狐狸，瓦给还是狐狸，这个给是生了，哎，瓦给还是狐狸，拉对狐狸，这个地方省略了主语，不是省略了那个动词，就是光说对狐狸，不说动词，实际上是狮子对狐狸说，哎，省略了这个说，对狐狸干什么呢？后边直接就出来话就出来了，话是迪库吉，迪是这个，库是带呢，这个是自动，哎，自动主语带，但是它这用的是什么呢？是命令式，是自主动词可以用命令式。哎，它这个是自主动词，自主动词那个变化是，咱们刚才是那个这个带这儿有是吧？第一个呀
是那个就是自主动词及物的，就是主语带东西啊，它那个变化是什么呢？这是现在时，未来时跟它一样，然后过跟命一样，过跟命都是哭，过去时跟命令式都是那个去了我，这是一个特殊的变化。咱们那个前边那个就是非常特殊的，就是现在时跟未来时一样，过去时跟命令时一样。所以这个地方是自主动词的命令式，就是命令式的自己带上。哎，迪库尔基就是既是命令式的语气词了，说带上这个，这是命令那个狮子，说你背上这个，哎，带上这个大象，背上这个，这是自主动词，也是自动动词的命令式。哎，就是你去主语去背上去，就是让他背上，命令他背上。凯德马库尔纳，凯德马库尔纳，凯德是如果，马库尔就是不带，然后后边这个拿呢还是假设，还是这个假设，就是如果不带的话，哎，如果不带的话，在这个汉语里头就用一个就行了，在藏语里头呢，它这个两个这个肯定是作用是还是有微细区别的，所以它就是凯德马库尔纳，哎，就是如果你不带的话，后边啊，亲切虾，亲切虾，这个亲是到达了，切是这个如果要是单独说这个字呢，它是约定协议，两个人可以有一个口头的约定，也可以书面的协议，约定协议的意思。这个亲切是什么意思呢？是今后，亲切是今后。怎么跟这俩意思联系呢？这个不太好联系。我想了一个，就是亲是到，就是咱们现在到的这个时间，到的这个地方，从这往后的份儿，反正就是这是硬给大家就是帮助记忆这么想。亲切就是到咱们现在，这不是到了现在了吗？哎，到了现在了，现在往后，从此往后，从此以后，哎，它这个就是今后的意思。亲切是今后，虾是肉，后边啊，萨瓦尔马来西，萨瓦尔马来西，萨瓦是吃，虾萨瓦就是吃肉，热瓦，咱们前边讲过，热瓦是希望，在那个拼音教材上有，热瓦很简单是希望。今后如果不带的话，今后别希望，这后边也是个命令式，你不要希望吃肉了，你别再想吃肉了。刚才说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好像这个狮子不讲理，实际上这不是狮子不讲理，让狐狸带大象的怎么带啊？这是那个咱们前边学过一句话，叫力量很小的狐狸用一个狡猾的方法，把这个沉重的包袱呢，他负担不了的包袱给挂到那个狮子脖子上了，是吧？前面有那句话。这个后来人家狮子明白过来了，知道上当了，所以狮子呢只是回过头来报复这个狐狸。哎，实际上狮子就是不想跟他做朋友了，知道他不够朋友，就是想把他赶走。所以狮子想个什么办法呢？就是杀死一头大象，让他你给我背上，上回不是你让我背了吗？这回该你背了，你给我背上。你要是不背，今后你就别想再吃肉了，你就别跟着我了。咱们来读一下啊，读了这个可能也差不多了啊。冷季生盖，冷季生盖，兰包切西塞呢，兰包切西塞呢，瓦给拉迪尔库吉，瓦给拉迪库吉，凯德马库呢？凯德马库呢？亲切虾萨瓦尔马来西，
亲切下撒瓦尔马来西。1个小时了是吧？1个小时了，咱们就到这儿。我看下边不用了，咱们就到这儿。下边讲一句时间就长了，不简单。好，也倒挺整齐，正好到这一页，咱们把前边整个读一遍，今天就结束啊。翻到84页，从不及物动词开始啊。体内解包破张度翁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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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敦阳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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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瓦学，萨瓦学，东瓦痛所，东瓦痛所，萨瓦学东瓦痛所，萨瓦学东瓦痛所，推进呢，推进呢，江南得，江南得，年月呢，年月呢，给不给借给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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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美三金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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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家拉瓦那修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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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每个经开头的话，咱们再读一遍啊。推进呢，推进呢，叫们得年月呢，叫们得年月呢，给不给借给财，给不给借给财，君美三金嘅，君美三金嘅，君家拉瓦那修所，君家拉瓦那修所。空牛儿都块儿穷，空牛儿都块儿穷，空牛儿都块儿穷，空牛儿都块儿穷。给报阿达来把剪腿，给报阿达，给报阿达来把剪腿，给报阿达来把剪腿。没破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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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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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破开了，孤冲。没破开了，孤冲，没破开了，孤冲，没破开了，孤冲。拍把伢儿行的，拍把伢儿行的，拍把伢儿行的，拍把伢儿行的。给别查哈鲁布苏，给别查哈鲁布，给别查哈鲁布苏，给别查哈鲁布苏。哈康行，哈康行，哈康行，哈康行。这顺便再介绍一个词啊，撸不是龙吗？这个中间那个撸哈，龙，然后呢，竹完成，咱们那个学过，撸竹就是龙树，就是说这个龙树本来是什么呢？是龙成完成，圆满完成，龙成本来是。但是这个完成呢有树立建立的意思，所以咱们那个就是汉语译的是龙树，当然汉语不是从藏语译过来的，是从梵文译过来的，证明这个就是说藏文啊，人家是按照这个这汉文也是意义，这个龙树真是意义，藏文也是意义，这个藏文用的就是撸竹，就是撸竹，就是龙成，完成那个词儿。带上加字仨的那个，下边一句啊，俺米贴开卡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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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落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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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打入，再打入，再打入，给顿给长沙亲报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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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囧哇，提柴乌啦，罗宾坚长白，恰起啦爱讲亲，也去了给，用龙卷了嘎，塞马了嘎，哈基苏一度翁瓦了对，俺提对阿妈堂人记，拆娘巴来，这鸡的牛儿都吃，大ခင်给脚的，ခင်马银巴儿热不中呢，恩巴西瓦儿菜呢，太阳米带瓦儿狗呢，大公娘毛，去汤心给咋哇，第二卡东啦对记，爱汤心给在呢，您古儿哇人咯，冷气生给，浪包切西塞呢，瓦给啦地库儿记，开的马库儿呢，亲切下啥玩意儿马来西，